欢迎收看《Go Go 港哈会》，我是明华。今天来到哪里呢？噔噔，故宫。为什么今天 Go Go 直击要带大家直击的呢？就是国宝修复师的行业了。其实几百年前，很多的法尬就是画家呢，他们在作画之后，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，其实画作很容易掉色啦，或者是像是老化的部分，因此国宝修复师就非常重要了。带您看看。 小心翼翼、相当有嘎气的故宫国宝又修复完一件了，但挑战从来没有停过。像这幅清朝的无量寿佛，就是国宝修复师的新任务。 这可不是一般的灯哦，它是防紫外线的灯，而且在故宫的文物修复室里头是恒温恒湿，温度必须保持在20到23度，另外湿度的部分呢是55%到60%。 在灯光照射之下，不会说话的文物也能够让修复师知道，他们到底病得有多重，才能够对症下药。这个部分它有一些破损，展览的时候就希望它能够视觉上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样貌。看看这些画作都是法尬，在几百年前画的，要怎么在修复过程保护文物也是关键，所以连文物修护室里头的湿度还有温度都得要好好控制。因为它不像一般的树脂。 你涂上去，它自然就干了。天然气必须要在一个特殊的温度比较温暖，然后湿度比较高的环境，它才会干。修复一件文物得要花好几个月，甚至好几年的时间，而且还要符合修旧如旧的原则。认为动豆死袜，独动又嘎切，一定得要小心保护，才能够让文物永久延续。 哇，看到这么多的文物古迹，借由修复师的细心呵护，它才能够经年累月的供大家一起来欣赏。当然喽，我们也认识了许多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画家，法尬，法尬。第二个词呢，来看到就是价值，嘎吃，嘎吃。 第三个的来看到一整句话哦，来看到这句话就是很多字画都很有价值。动豆死法，独动就嘎吃。动豆死法，独动就嘎吃。当然喽，这些古迹呢，还有文物，都要让大家亲自的走访一趟，才能够感受到它历史的意义。当然要把客家话记起来哦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